今日咧要煮一味廣東嘅白切雞，喺新加坡咧亦都叫做三水雞嘅。將啲黃瓜啦切片，然後擺晒喺個碟嗰度，然後將個碟咧放喺雪櫃裏邊，準備一大煲水，放到7分滿左右煮滾佢先。呢個時候咧就將啲薑啊、蒜啊、芫茜啊、蔥啊切碎佢先。如果你有攪碎機嘅話，亦都可以用攪碎機噶，但係咁樣切嘅話咧，食起嚟特別有好感噶。呢個時候時間啱啱好，水滾啦，擺啲蔥同埋薑片落去先，然之後咧擺隻雞落去，細火炆煮25到30分鐘左右。我呢度咧係用比較少油嘅，放2湯匙嘅油，然後爆香啲蒜同埋薑，之後咧放1小茶匙嘅鹽落去，2湯匙嘅減鹽嘅豉油啦，炒香咗之後咧放1碗水落去，再放個蔥同埋芫茜。再炒多幾下，開始變色嘅時候呢，就搞掂噶啦。如果覺得乾嘅話，就放少少麻油落去啦，好香噶。我呢個版本呢係放比較少油嘅，係比較健康嘅，但係呢睇落嚟呢都係幾好味噶。呢個時候呢雞都好噶啦，然後呢將個雞落去過凍水。嗱，呢度呢我係要起骨嘅，如果冇起骨嘅話呢，好似我哋鄉下咁樣食，直頭剁落去都係一樣嘅啫。哇，睇落去真係好好味啦！雖然呢冇啲餐館咁工整，但係呢都係似模似樣嘅，最緊要佢味道好啦嘛。嗱，食嘅時候呢，將啲雞呢夾去生菜裏邊，再擺啲醬料落去，啲薑同蒜呢融合咗白斬雞嘅味道同埋口感，再加上生菜嘅清爽，哇，仲唔好食到嘭嘭聲咩？嗱，食譜俾咗你噶啦，未走雞啊！如果煮嘅話，記得踢我一下喎。